好，來繼續來看這個中東的戰爭，做塑膠袋仔的原物料受到衝擊。高雄有一間出名的豆奶店打出着廣告，講為今仔日開始，不愛提供乾袋仔咯。有顧客認為安尼無方便，但是嘛有人認為安尼真好啊，會當趁這個細面做環保。行甲赤赤的燒餅放佇餐台頂，骹手愛面，用紙袋仔落嚟，準備交予排列的人客，是講邊啊。主辦社今日起無要提供塑膠袋啊，是安怎？現在塑膠袋也很難買啊，而且價格都很亂啊，就乾脆不要用了。但是我覺得現在這樣也是好事啊，就是讓製造不要那麼製造一些垃圾啦。高雄這間豆奶店的頭家講，因為中東這邊的戰爭，連帶做塑膠袋的原物料攏起價，唔但訂無了，而且這成本價真懸，所以講決定歸去無要準備塑膠袋啊，互人客家己準備。剛開始有一點不適應啊，那怎麼辦？時間久了，可能慢慢自己會帶東西出來裝。你昨天還不曉得？不知道。啊，今天來的看到的。好，如果是提袋的話，我平常自己都會準備。但是如果是裝食物的那個耐熱袋不提供，就會比較麻煩。唔那高雄佇嘉義中興路這間便當店，同款拄到這個問題，廣告寫講，家己穿塑膠袋啊，會當省2塊。這種物件本來就是重複使用的物件，啊，互大家吼有迄個環保的概念。雖然消費者對塑膠袋欠貨所帶來無方便看法無同款，不過現階段嘛都要改變消費習慣，強度難關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